你对跟继续学习，你给多少来帮助？看他随便尊上么人，民族都爱给社会，著作观了，普及大自然了，出去养点松，周大七周女母年龙来给家族追在近。马里没事都爱牛股，今年就在热区南。对内大庆社区大是原定论作开始土语股，就查就打就你现在大陆没事将北养拉对。我妈的话在那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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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滴。我妈的话在那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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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妈的话在那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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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去去了为谁去？大陆地母明白入些呢？家当电锯雄鹿多把意，老者不别拿我在头是。我们上个礼拜上到那个从格，从格是8个里面的，也是其中一个。所以从格前面的一段，我们上个礼拜有讲解。那我们今天应该到了这个从格有分类好几种，我们上次要分类几种从格分什么呢？从格真从格跟四从格，还有呢，还有比较的同类比较跟异类比较，真真假假的那个真，还有什么？还有一个 do 吧，搞我的 do 吧嘛，搞我们刚刚讲到比较，异类的比较跟同类的比较，还有一个 do 吧 ，do 有很多，还记得吗？记不得。这边旗帜是不是？基本上在这个寄送里面就分类这几种。所以我们先把这个寄送的，我们这个寄送的部分再重新这个寄送里面，你们想一下，同时就是说上个礼拜我们提到的从格的部分是它有2个助词是列跟列，是不是？它是从格，所以这边是从格，它有真从格跟思从格，然后是高是比较，那比较方面是有什么呢？那真从格跟思从格这边讲过，总共位就是真从格嘛。那有真从格的话，就有思从格2种。那真从格也好，思从格这2个要讲解这2个的时候，反正你要去例句的时候呢，这个句子里面都可以用列助词或者是列助词总共为了看这是真从格的话你要多甚至列助词或者是列助词任何都可以用，是不是这段搞里面的这段搞，所以这边有个搞这段搞每段搞就是同类
这边的搞我就分两组，这里提到同类的比较跟异类的比较。然后讲解同类的比较的时候，我们用的助词是ね。异类的比较的时候，我们用的这个从格的助词是れ，是不是？接着有那个其指，这边有 do。那其指呢，我们只能用ね助词，对不啦？ね这块呢就其指只能用ね助词，所以大概的这个第5从格的内容就在这个寄送里面的。所以这个我们上周讲解过的。那我们上次提到了真从格、思从格，什么样的例句是真从格，什么样的例句是思从格？我们那个时候立了很多句子，是不是？你们可以譬喻吗？怎么说？我们呢学穷，从牛奶生出什么优格，这是真从格嘛？对。那思从格呢？天空下雨，从天空中下雨，哪个呢？恰不婆，是吧？这为什么说是思从格呢？雨的来源不是天空。还有是那个比较的部分，上次提到嘛，是不是？同类的比较跟异类的比较，上次也提过，对不对？所以同类的比较是什么？台北人比高雄人白，台北的米，高雄的米嘞，嘎的，是吧？这是同类的比较。那异类的比较呢？澎不雷，澎不是什么？澎不是驴嘛，对不对？澎不雷大脚，澎不雷大脚，脚就是快的意思，对，脚步的脚，澎不雷大脚，是不是？澎不雷大脚。澎不雷大脚。澎不雷大脚，有这个来这个词，澎不雷大脚就是马比驴快嘛，脚是快的意思嘛，那这两个是异类嘛，马跟驴是异类。我们刚刚翻译是说马比驴快，对不对？所以快是在后面，可以这么说。比较的那个是，你如果是马放在前面的话，大。当你澎不雷脚，如果是你要马放在前面的话，
也如果不加你也是大碰不了脚，大马比驴快，大碰不了脚。大碰不了脚，大你碰不了脚。马放在前面了，这两个都意思一样啊。如果像这种句子，你如果马写在前面的话，就变成了什么呢？驴比马快，大雷碰不脚，就变成了驴比马快。所以好像我们上周的是讲到这几个句子，是不是？我们应该是总共加这边去。第二个句子里面的那个你是什么？你加也可以，不加可以，大部分了。你指的是一个值或者是一个强调的语句。这个马呢？还可以什么呢？用前条件给中国标记了。用前条件据原意之从格的例句，它是到这里是不是？据原意的，那从格这个助词也可以用在这种的句子里面，就是它是讲原意的，就是据原意之从格例句。怎么说呢？在这里拖连呢没信息，这个助词拖连呢没信不，拖连呢没信它，是不是？拖连呢没信它，所以这边有个从格的助词，它是这个连呢，它是讲解什么呢？原因。有了这个，因为有这个烟，就会知道吗？有火。这里的没是烟，对不对？后面有个然是哪来个嘛？没是火，我刚刚讲烟嘛，没事，对，没是火，对，这个没后面就有个啥，对不对？这是哪来个啊？所以这边的拉萨来这个助词，从格的助词，它表示原因，它表达是原因。然后出家来呢，就是现代的事。出家来呢，就是现代的。出家来呢，就是现代。那出家是一个鸟的名字，什么鸟？水，你们会这么说吗？水鸟，这个字，水禽是
鸭子吗？啊，天鹅也是吗？都是啊，所以水禽的话，两只脚的能够啊，海鸥。它就是捕鱼嘛，它因为是要捕鱼，所以它如果知道有那个鸟的话，就知道有水了。什么鸬鹚？有一种鸟是专门帮忙捕鱼的，有一种特别叫鸬鹚。鸬鹚。那种唐捕鸟是嘴巴根本这样子，很大的那个。嗯。有很多这样的。都是统称。出家。有这个鸟的话，那就会知道有水，因为它要从那个水里面要捕鱼嘛，所以出家人你出信息。有这个，我们刚刚那个鸟翻成什么呢？水鸥吗？海鸥，或者水禽。好，反正是海鸥也好，水鸡也好，总而言之，有这个鸟的话，那就会知道有水。它在天空中飞翔，就是在绕的时候就知道下面有水。它要抓鱼嘛，所以出家人呢出现大。出家人呢出现大了，这个来也是这个从格的助词也用到的，它是主要是讲理由了，而不是说不是真正的所讲的那个从格，它是讲理由了。这个大了吗？拉达达达达达，这个字呢，就是讲的是前面这两句，前面这两句是譬喻，是吧？从焉之有火，因焉之有火，因水其之水，如我们是如像，搭的就是如，对，没错。如像如像焉之有火，水其之水，如像因焉之有火，因水其之水，这两个是譬喻，所以用了搭了。这个搭是包含前面那一句。对，对。那个水禽是代表在水里面，只要在水里面的各种名字的鸟都可以用水禽来代表，是吗？不是在水里面的。水禽呢？水禽不是说水里的鸟吗？水禽。抓鱼的那个鸟。抓鱼的鸟。那企鹅算吗？企鹅算鸟，确实鸟类一种鸟，它也在水里抓鱼啊，但它不会飞。对，但是企鹅是在水里抓鱼的。企鹅会飞。企鹅不是它不是有蛋，它生蛋，它是对，企鹅是鸟类。不是重点。好，如像这样，这两个前面两句是譬喻，所以用了搭了啊。请就森巴罗天气，请就森巴罗天气，人呢？猜吗？他嘞，信，
천주 선바 로덴키 링니 체마 달레 신 도와 레니 메신타 추결 레니 출신다 천주 선바 로덴키 링니 체마 달레 신所以成就三宝是菩萨嘛，对，菩萨。那罗甸是有智慧的这个菩萨啊，这个有智慧的菩萨，他的种性啊，这个人他的种性是不是菩萨？我们怎么知道？这个人是他的具菩萨的性的，就是具慧菩萨性，他的性格或者他的种性是属于菩萨的。我们要从哪里去了知呢？是原因嘛？原因在下面。你这样的一个菩萨的种性，从哪里知道？参嘛塔勒西，参嘛相。参嘛是一般是相，那这里的相是什么呢？就是一个也是一个象征性的。什么样的象征性呢？如果这个人是菩萨的话，他看到众生痛苦的时候呢，众生受苦的时候，这个人就是从身体的整个毛都会竖起来，然后呢从眼泪不停的掉下来，从他的这外表就看得出，这个人是又看到其他人的苦的时候呢，有这样的现象。所以千嘛是一个他的一个原因。从哪里看得到呢？参谋就是大参谋，大参谋就是一个象征，一个原因。因为他看到有的时候我们都没有什么表情，没什么反应很可怜，内心里面讲到口中所讲的可怜没什么。如果是真正的菩萨的话，就会有这样的从身体上面会显现出这样的一个象征。rig 吗？一个是种姓。来源听过嘛？对不对？对，多了那没现在出现了那些全球什么那人的怎么他那些我如果没记错的话，释量论里面好像有这个句子，多了里面出现了全球什么那人的怎么他那些因为我知道这个句子，所以写这个句子的出处是我在看，我确定跟你说这个他不是亲戚，这个他有很多的意思，多数比如说掉眼泪啊，表情他的表情会看到众生痛苦，他就会马上就会掉眼泪，然后在身体上面也会竖起这种毛孔悚然，就是一个整个身体的毛都会竖起来的这样的现象，就是有种种的现象会出现，所以用了他这边的他是多数，不是亲近。这个参嘛就指的是这些从他的身体上面所显现出的那这个呢就是应该是我们通常是学到音类学也好，色类学或者音类学，或者是量论里面教到我们不是古正音吗？这个就是我们用古正音来可以说明嘛。你们音类学学过，或者色类学学过吗？色类学学过的，色类学里面不是会正音会分有古正音
自性正音、古正音，这是属于古正音的。因为什么？因为有烟就知道有烟就知道有火嘛。我有那个水晶就知道有水。这个是可以用这个古正音来去立。古正音，英国的古。那这前面两个是譬喻，再重用这个什么，来当成音，让所立法呢是可以用这个成就声波罗丁，这个具慧菩萨的性可以当做所立法，用这个来知道那个人是菩萨。知道吗？眼前的这位师父作为有法他是聚会的菩萨性，因为看到众生痛苦。前面我们要单一不要讲前面，我们要讲到前面是什么象征，某一个嘛，所以看到众生痛苦时，就是身体的毛都竖立，而且会掉眼泪的缘故，用这个理由来去说明这个人是菩萨。所以这边的咧也是用在原因上面嘛，知道吗？了解吧？这土瓦连你没信堂，出家连你出信达，成就三宝罗丁起，令你怎么他来信？这里面我们有用到属歌，有没有用到属歌？属歌。罗丁起有用到属歌，对不对？哪一个也有嘛？chur mer 那现在用的是从格的助词也就是他从哪里知道，但是呢，这个是主要是用的原因，据原因的从格，这个清楚。对，土呢没什么，用对，但是他是不是我不人呢怎么谈呢？其实用哪啥呢也可以用，没有坚持说要用咧，据原因的那个，看句子的那个讲的时候顺不顺畅嘛。像这个的话，人你怎么谈呢？信，这个是用呢的话，也是不是没有不顺畅的方面也没有，因为准前这里的据原因的从格没有提到说一定要咧，对，而且呢，据原因的从格，我们在句子我们的那个寄送。数王论的寄送里面也没有提到这个据原因的从格，寄送里面没有看到吧？但是我们要知道有这样的一个从格。有些问到这样一个句子里面有个咧，当然那个咧的话，那它是不是从格？那你又说从格，那哪一个从格？那你说前面我们寄宿里面谈到的，又不是正从格，也不是私从格，又不是比较性的那个同类跟异类的从格，也不是。那其值也不是，那属于哪一个？
了解吗？我们这个有上次讲了，但是还没有教到这个比较性的部分呢。치워 가와라 얘나 가져야 탐.下面那个高位团了就吧，高位团了就吧，高位团了就吧，就是这边讲的比较性的状语，像类似这样的一个一个一个字的去跟你们解说的话，那像这种的讲文法的时候呢，一句一句解说的时候，这个句子会没有办法去表达，组合起来的时候没办法去跟你们表达说明，用顺畅的中文，所以直接说比较性的状语，搞不好你们会搞我就是比较嘛，搞我团那就是这个比较性的这个因为含义团就是含义嘛，那主播就是屈肉，那意思是什么呢？这个我们有这个所谓的比较性，有两个助词嘛，有两个助词是ne跟le，有两个助词，是不是？所以讲的是什么呢？那个比较性的两个助词 ne 跟 le， 这两个是在这个属于比较性的，在比较性的例句里面，如果是放在比较性的例句里面的话，那接下来会讲到，它是不仅是在正从格后实从格，而且它也可以用在比较性的从格里面。所以这边讲的是，他要主要讲的是比较性的从格所以比较性的从格的话，那怎么用法，接下来会讲到这也就是说用在比较性的句子里面这个主播的话就不要翻成屈肉了，那就有才是听不懂，所以就用在比较性的譬喻里面那这替我唐伯的问替我搞我了烟呢卡最约当搞我了烟呢卡最约当，就说比较性的话就分几种，是不是？烟的分类嘛，卡最约当就是有几种，搞我了烟呢卡最约当，搞我了烟呢卡最约当，连日团搞我当，日米团不搞我，借你约托。日团不搞我当，日米团不搞我，借你约托。所以日有两种，就是逆约，我中文就把它分两种。逆约就是分两种嘛，逆约是。那有呢同类的比较，日团搞，同类日团，是吧？日团不搞，同类的比较。日米团不搞，异类的比较。这个既然我们这个上周已经有提过，是不是？이 나간저디 표의디야 마스트 하고서는 직tun가오다，就我们先知道这个藏文怎么写，然后是这个藏文是怎么念，对不对？主要是这边직tun가오다，직미tun가오，借你约头。那既然有这分两种，那我们要知道，如果有직tun가오、직미tun가오的同类的异类的话，那从格有两个助词 ne 和 le， 那 ne 和 le 这两个都可以用在同类的这什么
同类比较或者异类比较，这两个上面都可以用连跟连吗？这两个助词吗？我们就会有这样的一个疑惑嘛。刚刚同学有提到前面那个可不可以两个都可以用？所以我们在这边讲的릭미튼 가와라 내래 니가 죽함 릭미튼 가와라 내래 니가 죽함 죽함 这个是学过吧？啊，죽함哦，快训嘛，是不是？啊。我们上次学过 kam 是哪一个？강암 담남 밤마 라람 산담是什么？哪一个哪一个的几句？切吧的对吧？几句？切吧，对吧？我们上次譬喻是三宝군조 숨니 산재 군조 감 최 군조 감 긴뒤 군조接受，这个是什么？切吧。一个是分开，一个是总和的。对，你们上次我们上过这个，是不是？从总到分，一个是分到总，从分到总是这个是对，切吧就是从总分别，那个是切。所以那个里面用到的是助词都是这个，有10个嘛。강암 단암 밤암 암 라람 산담 11个，加上 담 就是本身有10个后加字，10个后加字后面加一个吗？像这种的时候它就是问句，它不在句子中间，所以用在句子中间的时候，它是有点像汉嘛。不要忘记啊，这个你们已经忘记了，这还没上9，举例这个部分是很近的啊，我们接近，总共从前面是举例好像不是很远的，就是几堂课之前。离合，嘿。OK， 那这边的用法是什么呢？릭미튼 가와라 릭미튼 가와라 레터 마도 네터 미주코 릭미튼 가와라 레터 마도 네터 미주코， 所以릭미튼 가와就是异类的比较性，所以异类的比较的性的那个句子里面呢，只能用来这个助词，只能运用这个来这个助词，不能用来这个助词，所以它只有2个助词而已。但是这个异类比较性里面只能用来，不能用来。就是你如果用来的话，他是说话就不顺畅了，这个比较性就不顺畅。
这个也是一定要记住，凡是异类比较的话，只能用类，不能用内。那我们就看比较性的，有两种，我们有讲到异类性跟同类性的比较，对不对？两种。那我们首先看同类性的比较，极端高嘅別句哇，極端高嘅別句，極端高嘅別句，차이 나네, 마차, 숙제. 차이 나네, 마차, 숙제. 차이 나네, 마차, 숙제. 那차이 나네就是鸟类中嘛，鸟类中呢是这个孔雀是最美，마차就是孔雀，마차, 숙제, 这就是美。宿本身是身，没有声色，宿字就是身体美的意思。那孔雀在鸟类中，孔雀最美最美。宿就是身。你要用的话，孔雀中就是鸟类中，孔雀的身体美因为它有个对它的羽毛很漂亮，这就是因为有了这个羽毛，就身体就变美了嘛。不能，那身体可以省略吗？可以改成羽毛。可以啊，可以。身体可以省略吗？就是鸟类中孔雀最美，就不用讲那个属。不用讲。如果你刻意要讲的话，你也可以用身体来去说明啊。鸟类中孔雀的身体最美。但这里要最主要知道的是说，在同类里面比较嘛。那刚刚同学问的说，你不能说这个它的什么羽毛，也可以讲羽毛啊。차이 나네, 마치 초제, 차초，这个是。这是只是一个譬喻而已，你用可以各种各样的，你们也可以用这个，可以其他的譬喻啊，你们自己可以造一个句子，同类的比较。我刚刚上课的时候有同类比较过，还有什么呢？除了高雄人跟台北人之外。시민나네 까나 시미제是시민나네白黑色的猫是吧？黑白色的猫시민나네 심터제 계급나네 어리 돔조 약수 이 계급나네 어리 돔조 약수 이 계급就是国家嘛，那南呢是从这个里面，어리
俄里就是美国东洲top 就是实力，조就是经济，所以东洲就是经济与实力。听到这个句子，有些人又不以为然的，我看怎么？阳穴是最强。嘴穴，你问的是这里吗？这里用中文用了最，这里没有最这个词，嘴穴。你如果是这边用穴的话，那还要用加后面才以呢冒着嘴穴引，还有你后面。这也是同类的比较，对不对？同一个国家，这都是国家。甲族哪呢？西的甲族，切穴引。甲族哪呢？西的甲族，切穴引。甲族哪呢？西的甲族，切穴引。甲族大海，是不是？从大海中。最大的海什么？太平洋，是不是？对吗？四大海中是最大的是太平洋，是不是？西的甲族是太平洋。太平洋、北平洋。印度洋、大西洋、四大洋，是不是这四个？四大洋嘛，太平洋、大西洋，有大西洋吗？印度洋，还有一个呢？北平洋吗？北冰吧，北冰洋。조아리축 나네 미겨와 초 조아리축 나네 미겨와 초这个可不算不算同类？六道。对。那我们就跟马跟人同类了。上个礼拜我们就在说同不同类这件事。这边讲到六道啊。主要就住六道嘛，就是上三道跟下三道。如果是讲那个人的那个男女之分的话，就不同类了，是不是？怎么说？比如说男的跟女的，那是不是不同类？是人，但是不同类别。一个是男的，一个是女的，那就不同类别。这个意思。怎么说？譬喻一下，举例说明一下。不是，我的意思是说，男生跟女生就是属于不同类。부모래 부톱치, 숙치, 부모래 부, 숙치。男生比女生力气大。
一个是男性，一个是女性。这两个就是属于不同类。意思是这样。这里用的都是连，对不对？连的，但是同类的比较性没有规定说一定要用连或者是一定是连，没有规定嘛，两个都可以用啊。人美团高啊，我是不同类的比较，就异类的比较嘛。人美团高啊，人美团高的别句。人美团高的别句。异类的那个比较性呢，美国来能住脚，美国来能住脚，美国来能住脚。飞机比火车快。对，藏文的话，火车是在什么？考那个快的要放在后面还是前面？刚是大熊，对，那就走都在后面呢。比较快的那一个要放。这个你看藏文跟中文是比较的时候呢，中文是飞机比火车快嘛，那藏文不能放，这样的话藏文不能把那个不能放在飞机不能放在前面的，像句子这样的句子的话，那刚才马跟驴比较说马在后面。如果是按照你们的，但你捧不了脚，马在前面。其实按照它捧不了大脚，这个说法是比较顺畅，捧不了大脚。你看这样讲的时候，两个动物都在一起啊。如果你不讲，大捧不了就两个，知道吗？这两个中间要加一个来的时候，那就是藏文的用法是这样。但是中文跟完全是相反，这是前后，知道吧？这个只是我们在驴跟马或者是火车上，那这一类的在经典里面也会用这个列来去比较的时候，你们要知道，经典里面也会用列来去说明比较。飞机比火车快，所以火车在前面，是不是？对，藏文是火车在前面。那句子跟中文的句子倒过来。飞机是哪两个字啊？火车南处，是飞机啊。푸릅지기 로즐레 푸진숨기 로상가 푸릅지기 로즐레 푸진숨기 로상가 푸릅지기 로즈 就是一个 rub 就是好的意思嘛，最好的是才会说 rub 优
就是一个我直接用了诸葛亮嘛，比喻嘛，就是不是讲诸葛亮啊，就是类似诸葛亮那样的一个有智慧的一个人。破就是破讲的是也是男生啊，这个因为讲到破嘛，破是男生啊，所以一个直接翻的话，男优的一个男优的智慧，但是也不能这么说，一个男优的这个普天圣母就是比较强的智慧，比较强的一个智慧比较强的一个，就是一个人的智慧，比起虽然智慧不强，但是他们有3个人。我们通常会讲到说，普罗基格罗这里卢金送给取度嘎，3个人3个人合起来，就是说取度就是商讨，就是3个人的商讨的结论比一个人比较高智慧人的一个，超过一个人的智慧。对，超过他的智慧。普京这个洛桑嘎，3个臭皮匠，这个是中文里面有这个吗？的，3个臭皮匠胜过一个诸葛亮。意思是就是讲的确实是这样，藏文里面。藏文也是3位嘛？对啊，有3位啊。普京松吗？松，普京松。啊，普京，中等的普京松就是指的下这是智慧没有那么好的就是中等的脑子比较中等的，有3个人商讨的结论比一个聪明的人而强。我们洛桑就是好，智慧好的意思。这个嘎就是好，那洛桑就是代表3个人的脑子，3个人的智慧。这个洛桑指的是3个人的智慧。后面那个嘎才算是好。这个嘎不是快乐的意思，因为不知道我们是嘎不是这个吗？这就是这个词嘎不，是不是嘎住？那这里的嘎就是不是快乐，而是说好。不是罗字，罗桑跟罗字有一点差别。一般我们讲到是用在罗字是罗字寂静，你要把专注的时候罗字寂静，你的一心一意时候呢罗字，所以普罗基给罗字，他的那个这就是尖锐的嘛，很锐，他的心很敏锐的意思。对，这也是形容词。对，没错。商也是好，商是一个洛桑，就是可以说形容，对，形容词没错。刚刚讲那个普京颂是代表3个普通人的智慧，比较普通一般的那种智慧的。抽象皮。臭皮匠，臭皮匠。那说，先休息。
刚刚你问的是这边嘛，是不是？说改成什么？身体的身，人生。因为六道有处，六道。人的身体最殊胜，人生。身为人最殊胜。身为人，不是身体的身。对啊。刚刚正文是生出来的生嘛？嗯。刚刚刘罗奇讲的也对啊。如果动词的话，应该是。这个是名词，不是动词，这边用的是。不用改，这里不用改啊。教是名词，教是动词。拼法一样。藏文里面就会有很多这种句子嘛。我们就第3句对不对？比较先到这个착불탑주래 착불탑주래 시외옥외상 착불탑주래 시외옥외상 착불탑주是暴力的斗争，是착불탑주。탑주就是斗争，那착불就是一个暴力的行为，所以착불탑주是暴力的。你看中文把我们就放在后面嘛。시외옥외就是和平抗议，옥외就是抗议，옥외那시와就是和平，所以中间用了属格，和平的抗议。比暴力的斗争好。착불탑주래 시외옥외상 카도남래 까부니 제소 카도남래 까부니 제소 这里不能用카도，这里应该说마부래。如果是用这样的话，就变成了同类的比较。카도남래 까부니就是同类的比较。那我在这边，我们是因为是异类的比较嘛，那我们就用마부래 까부니就是白色比红色美。这里用카도남래改成마부。我们这个藏文呢카도남是用这个句子的话，就变成了同类比较。我们现在是异类比较，所以这边的카도남改成마부。마부会写吧？도마라 마르바나 보라 마부래 까부니지 마부 도마라 마부 这个마부래 까부니지。白色比红色美，所以
这个要改。对，马尔布，不然这个变成了同类的比较。往后改也可以，现在，这个记住就可以。马尔布。这也是长调。对，马布来搞不你这。红色比白色美。白色比红色，对，中文不能，对，中文的话，白色要放在前面，白色比红色美。对，白色比红色美。好，到这。可来，美国来那么多，普罗基给罗子来，普京送给罗桑嘎，差不多他就来，希望我归上，马不来，搞不你这，这个你不写也可以，马不来搞不这。OK， 那我们用比较性的已经讲完了，从格比较异类跟同类的比较。现在呢，要讲的是这个旗帜的结构词，对吧？哪只丢不当？切别去的就吧。哪只丢不当？切别去的就吧。哪只丢不当？切别去的就吧。所以旗帜与结构助词。所谓的这个从格的呢，可以用在这个旗帜与结构助词。那我们首先看哪只对呗，就对了，也呢，卡住鱼汤，哪只对呗就对了，也呢，卡住鱼汤。所以这个呢这个助词表示旗帜的用法有几种，分几种。既然它有用在旗帜，那旗帜用字它要分几种。那旗帜有分好几种啊，鱼汤、腿汤、萝卜汤、长汤、卡就对吧？接受鱼汤、腿汤、萝卜汤、长汤、卡就对吧？接受。那就它要分旗帜要分5种来说明。一个是地点，我们可以说地点是从台北到台中，对不对？台北呢，台中跑了，这是一种地点的旗帜。我不对吧？对不起，对时间就是当不呢，送不跑了，1点到3点。我不对吧？就是事物，
这个事物我不对吧？可以说是国内刚不怕了，头到脚，我不对吧？长对吧？来了数字，今年就怕了，1到10，是不是？这是卡就对吧？卡就对方向，下周呢努就怕，可以吧？从东到西，像类似这一类的都是旗帜分旗帜的部分可以分这5种。내가 집에 주도 주버 지다 이남 내가 집에 주도 주버 지다 이남 내가 집에 주도 주버 지다 이남，因为既然它有那这个助词呢，我们首先这前面有说到说它有旗帜，然后也有结构助词。那这边是讲的结构助词，如何形成结构助词？这个比较稍微一点点难一，比前面来讲是这个用法是比较难的怎么说呢？国内、通内、硬内、结巴、累计、抽，对不起。结巴来，对不起，国内、通内、硬内、结巴来，记住，我、通、硬、熟、加鬼，不是单一用内，而且要加什么呢？国，或者是通，或者是硬。国内、通内、硬内，用这样去用法，是不是单一的内？它又有一个有点它的意思是地或是用以等的这种的含义存在。但是我们这边下面会譬喻讲例句的时候比较知道用法。这个我们像例句的时候再解说吧。本身我们先知道它有2种。一个是旗帜，一个是结构助词那我们看 net double 就会被去，我们刚刚讲到这个旗帜的例句是有5种，对不对？它分5种吧，旗帜例句是它分5种一个是时间，一个是地点时间、事物、数字、方向。那首先地点的旗帜什么？台北呢？台中爬渡。台北呢？台中爬渡。这是旗帜的用法那时间的撒达湾呢？撒边巴爬渡。撒达湾呢？撒边巴爬渡。这个呢是时间的旗帜，是不是？周1到周6。事物的旗帜，国内港边爬渡，国内港边爬渡，从头到脚，国内港边爬渡。长对吧？数字的旗帜什么？就呢，加一爬渡，就呢，加一爬渡，这个是数字的旗帜，都用了呢。卡就对吧？方向旗帜，后呢，长给爬渡，后呢，长给爬渡，从南至北。所以这个旗帜的它分5种。那你们用藏文讲一下这个地点的旗帜，除了这个以外，你们可以讲什么？很多吧？怎么说？都可以，对，用藏文。迪林呢？
dharamsala pardo. Nangne lobje pardo， 是吧？nangne lobje pardo， 对啊，对。还有什么？好，那对吧？时间其实你们怎么说？我这边是周一到周六，还有呢？这可以，怎么说？哦，小波也可以，阿朱也可以。怎么说？爬了啊，小波呢？广州爬了，这个图不加也可以。小波呢？广州爬了，对，小波呢？广州爬了。별게 괜찮지? 응. 당고네 상쇼파도 생쇼파도 是吧？啊，당고네 상쇼파도 可以。走稳到明天早上是吧？당고네 상쇼파도。哦，事无其职，我不丢不的。我不丢不了。那吧？算时间。国内就罢了。嗯。哦，投资躺不呢？投资你不跑了，从1楼到2楼嘛，也可以，从3楼到1楼啊，啊，这是就是事务其职。时间。那可是楼上到楼下是算方向还是事务？对，上下是算方向。啊。上下是算方向还是事务？啊，上下不是方向，不是方向，事务。投资党不呢？投资你不跑啊。数字很简单嘛。별게就是小的，用藏文来讲啊。从1岁到100岁是算数字还是事物？时间。时间哦。时间。你看他长对不对？数字其实怎么你们怎么比？今年送吧啊，今年送吧。你看这对不对了？方向其实。只有这个4个方向吗？那哦，亚内马尔可以，亚内马尔，前后也可以这么说嘛。仁波切，请问那个最后一句的那个对呢，脚本，那个强体的那个体是什么词？这个吗？对，那个体是什么？属鸽。你说后面强体爬，属鸽。为什么那边需要一个属鸽？强，你说为什么这边是有属鸽吗？这里没有属鸽吗？这里有没有用到属？啊？
啊，要加一个属格。你这个属格，这个属格可以省略。或者强牌了，就那加牌了，这个属格是可以省略，不会影响它的含义。通常加一牌都，通常加不加是它不会影响句子，所以不会影响含义，所以你通常加跟不加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异。但是你看前后句子，或者长给牌，或者长牌度，这个时候用的要属格比较读的时候比较顺畅，或者长给牌度。那我这里来说你这前面去的就不你这你这对不起，你这前面去的就被别句。那这个做状语的应用方式是怎么说呢？查句我没通呢，闲了偏多钱，查句我没通呢，闲了偏多钱。首先这边是用的是痛呢，我们讲到痛呢，这个拿撒呢，对不对？光拿撒呢不行，还要加一个痛，或者是昂，或者是国，这三个。那我们这边用的是痛呢，从什么什么。查句就是行为举止是查句我们实际的行动，实际的行为举止，我们就是真实的实际，那实际的行为。查句我们痛呢，那这边的痛呢是以实际的行为，从以实际的行为，嫌就是他人嘛，偏多就是利益，那是切就是做的意思，那中文就不用特别翻成做嘛，就是说藏文里面没有这个做的话就没有动词了，所以要加。那中文的话就不用来利益他人。以实际行动来利益他人，所以这个痛呢，这是这个时候这里的比较翻成以实际行动，翻成以比较顺，中文来讲比较顺，不能翻，这里不能翻地，实际行地，不会吧？不会这么说，对。这个地方是可以吗？这个句子，查句就是本身就是行为。实际上点别硬呢推进松子许实际上点别硬呢推进松子许。那实际在这里的首先用硬呢，这边的拿撒呢，重格的那个拿撒呢，它用的是状语，是加一个硬呢是什么？它主要是用地来表达，所以实际就是光荣。实际上点不具光荣地，点不就是具的意思嘛？那我这边没有翻成具，那是具光荣地，是光荣地，就中文就应该直接讲光荣地具光荣地是不太会这么说吧？实际上点名的推进就是一个
松子戌就是庆祝纪念日。松子就是纪念。那是土金松子是庆祝纪念日。中文是直接翻译成是光荣的庆祝纪念日，是这样很顺畅的。那藏文里面的是说实际就是光荣，具光荣地做了什么呢？土金一般我们就是节日，土金是节日。土金就是节日，土金。松子戌就是纪念，松子就是纪念。戌是动词，做了这个庆祝，做了这件庆祝纪念日的这件事，所以戌就是做这件事。今天要庆祝什么？今天要庆祝什么国庆日庆祝国庆日，就是也是一种纪念的方式嘛。庆祝国庆应该是庆祝国庆日嘛。纪念的话，就是庆祝纪念日庆祝节日吗？庆祝纪念日。对啊，对。不会用庆祝纪念。那庆祝节日那庆祝光荣的庆祝节日，那节日的话就是土金。庆祝就是松子。光荣的庆祝节日。纪念日是通常是因为那个吗？什么土金庆祝，对，那个什么有点意思呢，说那个什么anniversary 吗？英文里面 anniversary 是它是一个纪念嘛，纪念吧。也会，不是我说那个你因为那个 anniversary 它也会不是用在那个纪念吗？anniversary 可以用庆祝，也可以用纪念，对不对？两种。但是它用的庆祝就是归庆祝，就是 celebrate。然后如果是纪念，它是 commemorate。所以是两个分开的。所以如果一个人过世多少年了，你会去 commemorate。或者是什么911事件，你要去纪念。那个228那个可以用 anniversary 吗？可以用 anniversary， 可以用 anniversary， 但是你要用纪念。周年。就是几年，对。
虽然它不是快乐的事情，但是它可以用这个，对。他看情形，可以是从官带看的角度。OK， 这边是我们是刚刚要改成什么节日嘛，对，光荣地庆祝节日，所以这个土经就是可以看成节日，节日，节日，也可以庆祝抗战纪念、抗战胜利纪念。这抗战是好事，所以才是庆祝啊。是不是抗战胜利纪念？好像好吧。总而言之，你们这些全部句子记不起，但是这个用法昂呢、痛呢这三个，这还有个国呢，是第三。학산 남다기， 학산 남다기， 国呢两个切，학산 남다기， 国呢两个切。학산 남다都是诚心诚意。학산 남다国呢就是地啊，诚心诚意地做事两个切。没得两个拉萨那么大人，这个人做事是诚心诚意。拉萨那么大气，国内两个切，所以我们国内、昂内、痛内三个都用上了，在这里。所以这三个国昂呢、痛呢、国呢，几乎它指的意思是地，但是有些地方呢，你不能翻成地，像这第一个句子里面，你不能用地来去说明。那如果是痛呢，这个痛呢你如果再用在这里的话，就可以用地啊。학산 남다기 통네两个切，학산 남다기 통네两个切，诚心诚意地做事。这个句子里面，如果用통네的话，它可以用地来翻，理解吗？所以也要看它的前后文用成。仁波切什么时候用통네，有时候什么时候用那个国内。这个没有特定的说是什么时候，它主要是看你它不主要是你中文用地的时候呢，就是用这个昂呢后置国呢，那你要去看前后文来去用哪个比较顺畅。所以这个地方呢是你的藏文的就是讲解的过程当中，或者写的过程当中，你慢慢的就会体会到哪个比较用的比较适当。但是你在这个地方查据我们像这里查据我们昂呢，这里用昂是不行。查据我们昂呢，没有人这么说。查据我们国呢，也很少人这么说。人家说查据我们痛呢，但是像这个地方，实际上点北国内可以用这个，实际上点北国内土经松之学完全没有错，代替这个实际上点北国内，实际上点北痛呢也可以用，这个第二个句子里面，这三个都可以用，所以这个你的只能语感上面来去区分，所以在第二个句子里面呢，这三个都可以代替，完全没有错，人家听得懂。
实际上那边痛呢推进松子去可以，实际上那边俺呢推进松子去也可以，实际上那边国呢推进松子去可以。所以这个你要看前后文的语感来去辨别。那个哈森南大诚心诚意，是不是他那个字要倒过来？诚意在前面，诚心在后面，要不要？不用，不用，不用。就连着顺着就可以。所以这个地方是比较有点复杂，就是在用的过程当中是哪个比较但如果是你们多读一点，往后多读一点藏文的话，就慢慢就会知道你的语感就会出来啊，这里不应该用这个啊，用的是哪一个？拉萨那么大给国内，拉萨那么大给昂内两个切，拉萨那么大给透呢两个切也可以，这第三个，所以那个仪那个就是地的意思，是不是？诚心诚意地，是不是那个仪？刚是哪里？国内才算是地啊。对。那后面那个就是做事。对。那所以在这个地方呢，你们有没有注意到，都有前面有个属格，都用属格，都前面都有个属格。查句我们通呢是这个还是都用属格来去表达。申报合约案呢？每次给申报合约案呢？每次给申报合约案呢？每次给申报合约就是安心心，安心。申报合约就是安心。那案呢就是地嘛，过日子。每次给就是过日子。申报合约案呢每次给。安心地过日子，每次就是人生。但是用在这，它是人生，但是中文不能安心地过人生，也可以嘛？如果是用人安心地过人生吗？可以这样说吗？安心地过人生。安心的过一生，安心的过一生。那在这里你们看，昂呢，除了昂呢以外，还可不可以用其他的？申报合约关呢，每次给，可以吗？申报合约关呢，每次给，确定？很听起来是吗？申报合约关呢，每次给，可以，可以。然后呢，申报合约托呢，每次给，可以吗？不行。可以申报合约托呢，每次给，这三个都可以。申报合约托呢，每次给；申报合约案呢，每次给；申报合约国呢，每次给。用乙的时候就只能用托呢，是吧？如果是托呢，就是用乙什么样子，那就只能用托呢，是不是那样子的？前面的属格的关系吗？那后面因为都是翻作的什么地嘛，所以说可以三个都可以用，可以这样。如果你第一个对不对？查询我们国内写了偏多钱，查询我们国内。可以吗？查询我们国内。是地的时候三个都可以。查询我们国内闲了偏多钱，查询我们国内。
比较少人这么说，才是我们观念。但是才是我们观念是也不能说是不错，但是比较少人这么说。但人家听得懂，对不对？听得懂，就是外国人。听得懂，才是我们观念。写了很多集，可以，才是我们观念写了很多集。所以这三个呢，用了哪3年？但是这几个都前面都有个，还有加一个透啊、安啊，那是它的一个助词一起用。这个用法。所以它就是那个地，就是它放在哪个句子都可以运用，它可以自由运用，换地方都可以。那个3个的形容那个我们刚刚不是用了吗？用的时候有些地方3个都不能3个代替啊。有些句子里面可以3个都可以代替。好，这是最后的这个做状语的应用方式是比较难了，比较难啊。哎，还有吗？还有几页？那算了，那要讲吗？要去啊？太会，对你们的那个人员会好，那我们就今天是吗？对啊，这也是起止从那个什么地点起止嘛，不是地点那个是方向，不一定是方向嘛，但是还有前后啊，都是方向。不止上，因为前面讲到了一个楼啊，事物啊。다는 심지에 탐지라 이시 노불레 라베 된조 주베 삼바이 다도 제발 진바쇼 간도 수단 조베세 다니 군의 면다시 셴라 삼바 타바이 초도 제발 진바쇼 준람 군도 랑유라 도지니무 예마다 다시 머루 제베나 젠덤 돈에 도버쇼 有个呢，这是什么？刚刚学到里面是什么？真的懂呢，多不少。哎，这有前面到后面吗？真的懂呢，多不少。这个作业下周问，这个计数是我们今天教到的里面是哪一个？真的懂呢，多不少。原因吗？这个你们回去想，下周来回复这个。这是呢也是我们总共总共里面用这个助词呢，真的多呢多不少，这个句子里面是吗？人性跟别心间呢？딕도 차부 nen통체 rinjin 대단 체바시 니바 가웨 진진쇼 달라 생기 차도키 시구 라소 미리베 총가랑기 렘바다 개가 셴라 묘쇼 칸라 다기 편다베 레와 체와 강시키 신도 미리 뉘체나 신이 당바르 따오쇼 도낭외단 규바이 펜디 만남 군러부
마이 뇌다 동해군 사회 달라 렘버쇼 대다 군장 최계기 도배 팀의 마바시 최근 주말 10일 10미青往 来之쇼 好刚好9点10미青往 来之쇼这里有个来好这也是今天的那个同格里面的一个10미青往 来之쇼是什么？这个是我们分好几个从格里面是哪一个？这个技术里面修行八术里面出现了2个来，回去想一想修行八术的那个属于哪一个？这是作业啊，回去想。好，那我们今天就上到这里。